啊，不要去太计较所有一切，完全不要太执着。来记住，所以看袂透，这个就是看袂透，所以这个对，所以放袂下，变放袂下，变刚下一个吗？他都守不住啊。所以说我人自己去做一下，啊，人会良，但是做的好时候，困难。心，这是真简单，但是要讲改来一套，都困难。所以有上位在讲，官不容易，官不难。物件我规日就好，但是若钱要好，无共。啊，官钱啊容易，官事难，钱嘛是的，但是我看遐人了，因为时包括就是来官的嘛。啊，这代志叫官代志好势，有遐简单。啊，官代志啥个东西，就是要官人好讲。咱老若生两个迄两只，太讲到遐，太讲两只，一只另外两个一只，一只就送咱出去来，对无？啊，你说是我到迄咱无关系咯，一只迄咱生意无食，够是够什么大家咧？啊，若外口咧，哪个人之间啊，不能心如肚皮啊。所以官人，啊官人咧关心，我更加困难。所以古早人讲。要求山中的较真容易，求山中的解啊，非常容易，但是在求心中的解咧，很困难。你家己也家己的心哦，是你是知，但是你要甲控制一下，所以修好好修哦。老师我去问人讲，修好修哦，无好修。老师我唔是无好修啦，是你的心家己控制会了啦，你若控制会了好修哦，无修，咱就是无能控制。啊，经过三千转，所以等一下，要甲咱经过我的说，从这汤金气当中来专量。汤金气当中，嘛是咱金秀理三方前的经管，所以直接来讲就是三对点金。所以汤金气是咱根本烦恼的修养。所以说，我们烦恼都是对三，